众呛声要伫台北捷运台人，警察一个调查，无发现危险的物品，后来半暝时踮高雄掠着呛声的嫌犯。家己当街有10多人食烘蚵仔线组别未舒适，食物中毒，卫生局发现有卫生的记录，要求限期改善，业者也需停工消毒。美国判决对顶关税无效，改用贸易法对全球扣15%的关税。内地军表示，行政未影响咱国的优惠，会确保台湾的优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4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做伙来关心的，就是昨暗头仔的时阵，伫咧台南的新营，有一对60岁的翁仔某冤家，这查甫呢，哪像是情绪失控，对家己的老婆安尼起骹动手，就连过来靠囥的这牛仔呢，嘛互伊拄着伤。加在3个人送病院是无性命的危险。因那社会局是调查讲，这个查甫人呢，伫咧10当前就捌有家暴的记录，会协助因申请保护令。救护人员接到通报，随到场受伤的查甫人手骨互人拄着伤流血，救护人员赶紧替伊止血，后来发现现场拢总有3个人受伤，警消甲伊全拢送去病院。民众报案，在新营区兰子里某民宅内有持刀伤害案件，本分局在第一时间出动快打警力前往应处。在本分局员警到达后，发现有3名伤者，所以立即协助送医。这单事件就发生在台南新营，二三暗时一户徛家一对翁仔某发生冤家，60岁查甫人哪像着癌，身体状况无介好，情绪失控，动手拍某，致使因某的头甲手拢受伤。伊正常到位，这冤家相拍，你嘛无清楚啊。伊若一经理遐啦吼，伊一经理遐就算我若带一只，咱嘛无当听啦。到去现场，这户附近无厝边，因某当时只好甲牛仔发救命，无经过就刺激到这个查甫人。就安尼时，牛仔嘛互牙刀拄着伤，这个查甫人随后激动嘛挂伤家己，落尾3个人拢送病院。初步了解，这个查甫人10当前就捌有家暴通报记录。社会局表示，后续社工会介入辅导。本案过往确实有通报记录。那针对此次事件的发生，后续家保中心的社工会提供备案的辅助，包括法律咨询、法律协助、心理咨商、生活补助以及庇护服务等。社会局强调，那这家暴案件第一时间要随透过警方也是社会局寻求必要的协助。警方后续以家暴伤害等罪嫌起诉，卖协助申请紧急保护令。记者苏达南采访报道。同款是伫咧台南来看认到即个查甫人呢，伊是违规驾毒赛车，而且车顶搁载5个囡仔，警察要甲抓落来，毋过伊煞毋愿停，一路安尼走，互警察录，落尾呢是伫路口，互一台轿车甲弄着，甚至搁去争着电火条，车顶5个囡仔拢着伤送病院。警察车单警报，毋过头前的货车煞毋愿停，也搁一路加速，结果伫咧路口的时阵，互一台轿车弄甲飞起来，规台货车驶一轮了后，弄着电火条才停落来。需要现场倒地人数蛮多的。货车因为弄伤大力，车头严重变形，车斗的物件落规涂骹。因为边仔就是公园，也搁传出有囡仔受到影响。加在只是假消息。这场警匪烧肉发生伫23下晡5点外，警方接到毒品的情报，去到林德区咧查的时阵，发现姓吴的男性驶货车违规下过双黄线。警方要去甲查，对方煞拒绝，搁加速驶走。货车内底5个囡仔着伤送病院，上细汉的敢若4岁。本分局同仁接获毒品情资反映，于2月23日16时前往调查，发现无姓嫌犯驾驶自小货车出现，且有交通违规情形，遂启动警笛肆意拦查。无姓嫌犯拒绝拦检，一路加速逃逸，至5号支路口与另辆自小客车发生车祸。肇事的姓吴的男性33岁，警方伫现场除了查到松西分弹依托米纸，嫌犯快态也是阳性。哪像烦恼食毒，互人掠着，竟然无顾车顶5个囡仔的安全，伫咧街头弄来弄去，落尾造成车祸。专案照毒品甲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台北捷运的昨暗又搁传出恐吓事件，这是有民众伊呛声要伫咧车厢内底杀人，警察是一个一个安尼调查，加在是无发现啥物危险的物品。后来是伫咧半暝时踮高雄掠着这个乌白呛声的嫌犯，专案是照恐吓公众危安罪嫌来甲伊送办。
捷运警察手提盾牌快步入站戒备。台北捷运拜一暗接到报案，有民众抢声要伫车内杀人，刑控中心第一时间调度列车停靠松山站，嘛随通知警消单位到场处理。迄阵暗头仔通勤的时间，站内人袂少，外台甲大厅的气氛是不止啊紧张。上面乘车那边有很多警察，那我就下来，然后我是应该是这一班。警方到场唔敢大意，随入去列车一个一个检查，加强戒备。查看后，现场无发现任何乘客受伤，嘛无查到任何危险物品或者是武器，总算是透一口气。不过警方嘛挽过抽停，追查恐吓电话来源，初步了解，打电话的人敢若有几百恐怖的记录，已经锁定特定对象。经派遣警力赶赴现场了解，现场并未发现有任何危害情事。那另查捷运局的行控中心及捷运警察队的报案记录。该报案门号曾有多次的谎报记录，那本案将依照这个恐吓危害罪嫌依法侦办。加在最后证实只是虚假一场，无任何人伤亡。不过一通恐怖的电话，让捷运甲警消规暝神经加安。警方成立专案小组侦办后，拜二凌晨已经伫高雄抓到这个嫌犯，后续会用恐吓公众危安罪嫌上办。记者综合报道。这过年时啊呢，真侪人是专工走去到家己东借一间餐厅来食烘蚵仔。不过呢，煞传出有10多人走目未舒适，是不中毒同款。这业者呢是有随停业来消毒，咱来卫生局嘛来调查，结果所发现有一寡所在呢，的确是有这卫生的疑虑，要求业者限期改善。烘蚵仔餐厅的员工无因摒扫店内环境，消毒民众会接触的物件。家己员当就即间会当家烘蚵仔的餐厅。有民众伫过年期间来遮用餐了后，所拢出现食物中毒的状况，甚至去到病院挂急诊。家己县卫生局接到通报，到现场来调查。昨天卫生局接获2件疑似食品中毒通报，那大约有10多位的民众吃了烤客之后出现肠胃问题就医，卫生局也立即前往现场调查。除了卫生局的调查，其实业者接到民众反映了后，嘛主动停业来消毒店内环境。业者表示，民众烘蚵仔的时阵，若是烘无熟就来食，较会出现走白的问题。餐厅内底嘛有告示提醒消费者，针对民众因为来店食物件看医生，嘛愿意负起责任。因为店家无能控制你安怎食啦，你烘有熟甲烘无熟，店家嘛无法度了解啦。但是你伫遮食物件有出问题，阮店家一定负责到底，因为阮这拢有食安保险的。卫生局表示，现场嘛发现业者有一寡所在无符合食品卫生标准。会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嘛呼吁民众，即阵嘛是落毒病毒的流行期，要注意食食的卫生，才会当避免食物中毒的状况。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好，这年一个过春天就要来啊！气象署是预估今年这春天呢温度是较悬，而且雨水嘛加较少。不过这3月呢，要是有可能会有这个东北季风落南，所以到时阵提醒大家都要注意温度的变化。寒天你要过去啊，春天准备到位。根据气象署的统计，这个冬季全台湾平均的气温偏悬，雨量偏少。其中西半部6个监测站累计的落雨，也创下1951年以来上少的纪录。气象署预估未来春季的天气，同款会是温度较悬、雨量较少的形态。在未来一季模式的预测，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附近，基本上在温度的部分还是偏高为主，以偏高为主的状况。那降雨的部分的话，还是这种咳嗽的部分会是偏干为主的一个天气。另外，气象署表示，虽然过年到今拢是温暖的好天较济，但是接落来受到东北季风和风面影响，温度会下降变冷，上明显的降温会出现伫228连假。而且到3月份也是会有可能有东北季风报道。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增强，而且随后就是有华云区东移的影响之下，所以可以看到像是在台湾各地的一个高温上来讲，因为受到雨量增多的关系之下，所以整个高温上是会有略微下降的一个情形。那这个情况的话，一直到了后期来讲的话，都算是类似的一个部分哦。针对目前大雷雨的警示，气象署也将预警的范围扩大至沿海地区。若是有可能造成高级的强阵风，就会发布细胞底信来通知沿海的民众、甲海上作业人员。记者陈新东、谢桂林台北报道。
逐当的2月底开始，这樱花就开始咧开啊！伫新竹公园咧，这内底受种超过4个品种，拢总860丛的樱花，最近是当咧大开，成不少人来到这欣赏。唔免出国，嘛免上山，伫个市区就当看到真水的沙库啦。规片的樱花树看起来有够水，民众赶紧摕相机出来翕相。新竹公园内底有种4个品种，超过860丛的樱花树，最近进入大开的季节，不少民众也趁做几天天气好来这看樱花。我觉得在这边就是蛮有氛围，然后蛮漂亮。就是我们觉得在树下看赏樱蛮浪漫的，就是来野餐。对啊，就很适合年轻人，然后很多人会带小朋友来。新竹市府指出，今年2月到3月是新竹公园樱花大开的季节，目前公园内底樱花已经开要挖8成，花期差不多会到3月中。目前新竹公园樱花已经进入盛开的阶段，园区内以合金樱为主，以及富士樱、八重樱，还有山樱花等等多种樱花树，超过800株。粉红色的花色非常的明显，而且整体花况良好。花期约可持续到3月上旬至中旬。因为新竹公园地点就伫市区，对民众来讲唔难免出国，而且交通嘛真方便。不过市府提醒民众来这佚佗，要遵守规定，莫破坏樱花，再等互后续来游客，拢当欣赏到美丽樱花。记者君豪新竹报道。因那伫这高雄呢，是因为旧年寒冷，这雨水有较少，高屏溪呢到这站啊是拢无落雨。农水署是来宣布，早当场的政策呢，就要开始来轮水口啊。另外，台南的站门水库即马水呢是无到5成，不过南水分署是强调，这水源的调度拢还阁算稳定。水库爆发并不统要一半高雄旧年寒天落雨少，毋但提供灌溉用水的阿公店水库跳水率降到52.5%，高屏溪也因为今年到冬还未落雨，河川流量降到每秒大约11立方公尺。农水署高雄管理处23宣布，高雄灌溉用水进入第1阶段境界。现在呢，是供5天停3天，我们也是在配合一些民生跟工业的用水，大家做最佳化的配置。我们管理处这边就分个3个大灌区，一个叫做草工区，一个叫做七美地区，一个叫冈山地区，进行第1阶段的分区轮灌。即马正伫大水期，各河川流量减少，无法度承受全面灌溉。农水署启动一期调做灌溉机制，也甲南水分署合作调度，确保灌溉水的有效配置。除了高雄台南站门水库，今年9月到冬累积降雨量也比历年平均低，加上农业灌溉，目前跳水率也降到17.9%。整体来看，南部各水库跳水状况，目前上低是仁义潭水库只有41.3%，上关是牡丹水库也有76.2%。南部地区的水库也是相互调度资源，目前是不会有这个目前是还没有这个水情灯号一个调整的一个规划。站门水库水费刻度来到214公尺，南水分署强调南部各水库目前水情正常。另外，因为农水署管区分布跨水源无相同款，若涉及水库水源，南水分署也会透过加强灌溉管理措施，到水资源调配，看河川流量检讨强管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古这消息的部分，咱要带大家做回来关心的，就是这英国争驻美国的大赛曼德森的昨暗是伫咧厝内，互人家掠起来，因为伊是涉嫌伫咧15当前提供这机密的文件，互美国性犯罪的犯人，也就是爱普斯坦。这英国的检警呢，是以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行来加调查。那目前上新的消息是，这曼德森已经交保候团。英国72岁争驻美国大使曼德森，23伫便衣的陪同下离开伦敦的徛家。美国司法部伫1月公布上新一批爱普斯坦的档案资料，发现曼德森甲爱普斯坦的关系真密。曼德森涉嫌伫15年前做经手上暴动的内阁大臣期间，提供政府的机密资料予爱普斯坦。伦敦警察厅2月就开始抄曼德森的徛家，了后第23执行逮捕令，并且以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的罪行展开侦讯。In June 2009, did you stay at the apartment in Manhattan of Jeffrey Epstein? I'm not answering any questions about he was in jail at the time for soliciting prostitution from a minor. And
My knowledge of him is something that I regret. I wish I'd never met him in the. 万德森甲爱普斯坦的关系上早伫2019年红亚康，2025年9月，美国众议院公布爱普斯坦的文件，更加证实两个人的交情真深。英国首相史凯尼就马上解除万德森驻美国大使的职务。了后有愈侪档案互公布，万德森承受更加侪压力，伊想伫2月7提出共党，并且辞掉上议院议员的工课。万德森多年以来拢伫英国政治界走跳，是前首相布莱尼甲布朗政府的核心人物。但因为爱普斯坦的摆台互刑事调查，专家分析伊互定罪可能。The maximum is life imprisonment, but nobody's ever been sentenced to anything like such a long prison term. Typical sentences in cases of misconduct in public office are 2 to 5 years in prison. 万德森红掠，搁再互史凯尼政府面对大量的批评。史凯尼坦白讲，任命万德森做驻美大使进前，都已经知影伊甲爱普斯坦有交情。这件事件已经造成2位高层的幕僚落台。英国保守党的党主席巴登录克要求史凯尼公布万德森任命案的完整档案，来厘清敢有不当利益的交换。这也互史凯尼政府爱面对无受信任的危机。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再来看这墨西哥上届大尾通缉犯欧塞奎拉呢，伊是受到军方的毒袭重伤死亡，全引起各地这乌道的势力开始来作乱，而且四界报冤仇。官方是统计上无有73个人死亡，这当中有25个是国家卫队的人员。这条道啊，互人大一坑，而且佫降过去，穿空看现现。超市入口一台车辆，互人讲歹去，偏旁有小过分裂，消防管线破去，当咧漏水。这是墨西哥大通缉犯欧塞奎拉伫军方毒袭重伤死亡了后，伫哈里斯科州真侪件攻击事件当中的其中一案。官方表示，这波行动了后发生的暴力事件，造成包括国家卫队成员，甲那像是乌道的人，有数十个人死亡。Se registraron 6 agresiones.donde lamentablemente perdieron la vida 25 elementos de la Guardia Nacional, un custodio y uno de la Fiscalía General del Estado. 欧塞奎拉捌做警察，后来真做是全球势力上大、墨西哥真歹名的哈里斯科新世代卖毒集团的首脑，逐当走私美国价值数十亿美金的古柯碱、芬坦尼等等，而且对政府官员发动攻击。哈里斯科新世代对伊的死亡做出回应，发动大规模暴力行动，包括封锁道路、甲烧害车辆。No hay participación en la operación de fuerzas de Estados Unidos. Lo que hay es mucho intercambio de información. 宣恩鲍姆呼吁保持冷静，当局表示，一直到23拜一，乌道伫20个州设超过250个路障，已经全部拢清了啊。另外，有过来的州学校停课，当地甲外国政府经过公民留点的信赖，有听讲美国对这个行动表示欢迎。总部伫布鲁塞尔的地库国际危机组织墨西哥分析师大卫莫拉表示，这个行动可能互其他犯罪集团掠到扩大的机会，甲哈里斯科新世代原地据点的控制权抢去。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再来看这美国的东北部呢，正是受到这炸弹气旋的冲击，这大风势线的直落，有超过4000万人受灾，拢总有8个州，也阁有几个主要的城市是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统计落来呢，是有超过50万户已经无电通用啊，也那空中的交通呢，是有超过7400个航班取消。暴雪是伫滚甲，而且阁有强风斗3天。马州班斯特伯郡上大阵风，每点钟来到134公里。这场强阁歹的暴风雪，澳洲政府伫咧22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且针对南韩发布旅行限制。韦斯特波特伫咧迄天嘛记录到积雪91公分。马州高速公路限速降到每点钟40公里。波士顿市长吴米嘛因为这场历史性规模的冬季风暴，宣布23停课，包括马州在内几内州，还佫有包括纽约市在内等等几个主要城市，拢宣布进入紧急状态。New York remains in a state of emergency. The travel ban has ended today at noon, but a hazardous travel advisory remains in place through midnight tonight. We are plowing streets and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keep our roadways clear so that emergency vehicles can get through. 这是高冬以来纽约市头一摆发布暴风雪警告。百老汇23拜一取消演出，中央公园至少积雪约50公分。布鲁克林还佫风雪区部分地区大概积雪51公分。这个警告嘛是4冬以来
头一摆发布到新吉兰南部部分地区，嘛因为天气真恶劣，道路拢关起来，铁路嘛停驶。根据航班的追踪网站 Flightware， 到23下晡，大概有7400个航班取消，2300个航班延误，也是预计取消的航班嘛超过1800个。We came down last night early to stay at the Marriott. We like to get up early and hit the airport, and then of course our flight got canceled this morning at 5:30. 根据电力追踪网站 Portage， 23中昼，东北部超过50万户人家厝还有点加断电，主要是集中伫咧马州还有纽泽西州。伫咧马州有300万的用户当中，有1/10是停电的。咱若一直到23下晡，全美国各地有超过60.8万户住户还有点加无电通用。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好，这几冬来这极端气候呢，有影是引起真济灾难。我来看这日本的北海道有真出名的海产甲真水的樱花，不过即马呢，煞因为这气候反常，海水温度升悬，这目测的量呢，10冬来已经减到剩一成尔。就连樱花呢嘛，因为这天气烧热提早开，来出现病虫害的问题。北海道函馆鱼市场各种新鲜的鱼类、贝类、塔壳，拢是经着当地经济的重要物产。也不过最近几年受到全球暖化影响，开始出现危機。地球の温暖化、海水温の上昇によって取れる魚も違ってきてますし、特に影響が大きいのが函館の魚と指定しているイカの量がすごく減ってまして、10年前と比べると10分の1くらいに減っていると。根据日本水产厅调查，日本近海的海水温度到2024年过去100年来升高1.3度。水产业者讲，过去目前伫九州附近西南，搁洄游到北海道，也搁随海水温度升悬，改变洄游路线，大大影响渔获量。除了水产加工业，函馆另外一个经济命脉观光业也面临挑战。游客毋但愈来愈无法度食到海产名产，就连有名的樱花美景拢受影响。过去1960年代，当地樱花伫5月中旬开花，最近几年已经提前到4月中旬。五棱郭公园里面种植了上千棵的樱花，是函馆最知名的景点之一。但随着地球暖化，除了开花的时间越来越早，也开始出现虫害的问题。切掉烂去的手机，也是我拄通坐。树仔医生拍拼想要将美景留予后代子孙仔，为海洋生物甲花草树仔来自联袂讲白菜全球暖化带来影响，函馆居民无定着上会当感同身受。公司国际记者是协和日本北海道报道。台湾的228事件咧要满79冬啊！今年呢，这纪念仪式是选伫高雄来举办，包括着主题特典、艺术表演，也有强声音乐节等等。象征国家重视历史的中枢纪念仪式啊，会在这礼拜啦，在咱台湾的高雄，在迄个历史发生现场，高雄历史博物馆头一个广场要举办。同时在迄天暗下昼，伫台北的这个自由广场，就是共生音乐节。今年度这228的纪念仪式是选伫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头前的这广场要来举行。另外，这基金会呢是连续3冬来推动这228相关的册数位化，而且推出2大特典，希望会当互转型正义继续来推动。另外，再来看这民间发起的228纪念行动呢，前一天是要对台北的天马地房来出发。这吊责任的郑清华，伊是强调讲转型正义，就是要互大家认同这块土地。公安局会来发出新闻稿，讲已经将这戒严时期政治档案全部解密交予档案局。由地南洋基金会、创世外文化基金会这民间团体共同发起的228.0纪念行动，27下晡会对天马地馆出发，西经228纪念馆，尾来到行政院。3活动调一人，也是地南洋的小弟郑清华强调，转型正义不是制作受分。执政党应该要快速的、更准确的去思考以后怎么立法，一起把过去的记忆。真相追回来。公安局23号发布新闻稿，经过1年4个月自主清查，已经将戒严时期政治档案全数来解密，依照规定公开档案所有内容未搁查起来。即摆甲51133件政治档案、实体档案连这个电子影像档，全部移交予国发会档案局，加上进前8批次的中间清查移交，总计移交予国发会档案局14万758件档案。
应该要好好来检视哈，尤其县民的问题，县民的问题非常难处理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系统的整理，档案开放当然可以获知更清楚的图像，那就这。公安局强调，这摆改变移交档案内容包含检验时期、保防安全工作制度、情报机关真保防业务资料、反动文化出版品甲污汉调查、民众离出境管制、海外歹毒团体活动、关于案件人员资料甲判决指定。今晚也呼吁要注意部分档案的真实性，安全更加正确来判读，会是未来重大的课题。记者综合报道。好，这228事件的纪念行动呢，拜5就要来举办。调集人是表示讲，希望透过每一个人力量，让大家会当好好理解台湾的过去，了解民主的珍贵。1947年的春天，炮弹四界扫，老母找无后生。用手语表达诗，将79年前228事件发生的情形对外传达。今年的228游行，除了和过去同款，会用台语、客语和华语来念受害者的名单。主办单位也希望参加这个活动的人数会当一年比一年搁较多。头一届参与的学生讲，228事件对台湾来讲是重大的悲剧。应该会记哩。你的家庭可能你的亲戚朋友，门落拢有人受到伤害，这个代志真正是咱规个民族的记忆甲伤痕，所以真荣幸会当参加这个活动啊，去纪念着过去为着咱牺牲的先辈。经过前一阵仔世纪血案电影的争议，艺人嘉英姐也把大文分享伊重新去认识台湾的过去。佮行动去看历史展览和国家人权博物馆，主办单位也希望大家爱真正理解过去，面对过去，让更较侪人关心台湾的历史。那很庆幸的，我们社会因为这件事情开始产生补课的效果。那这个补课效果由贾永杰做一个示范。其实这个是一个在台湾来讲，这是一个从小小的一个火花开始点出来。会变成一个可燎原的资产。这届228点控的行动，呼吁爱继续落实转型正义，也呼吁立法者爱听到社会的声音，唔通制造对立。希望做伙建立台湾的主体性，共同来对抗外来的势力。记者陈心彤、林秀凯台北报道。政治界的消息，咱要继续来关心的，就是这立法院新的会期，民进党团今仔日是来改选这党团3长，其中呢上届受人瞩目的，就是要来争取总调的郭建明甲蔡其昌。今仔日早起这党团经过这推举的方法，支持蔡其昌出任总调。我特别要谢谢柯总召了哈，他这个愿意站在这个传承未来的新的接班团队。世代接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底下，那谢谢总召的成全，那这个是一个重担呐哈。我们如果遇到一些重大的这个挑战或者一些疑难杂症柯总召都是我们最好的顾问呐哈。这蔡其昌是表示讲感谢郭建明，未来呢郭建明的角色就是顾问，这相关的技术处理呢也会甲郭建明来请教。要那蔡其昌伊做这新任的党团总调以外呢，也会由这曾瑞雄来做新任的干事长，范云是做书记长。再来看这总统府5院院长的新春的例会呢，是来讨论这总预算、关税，也有国情报告等等的议题。对应台是表示讲，已经甲立法院长韩国瑜拜托啊，赶紧甲这财委法甲军购案摆入去审查。另外，即马是风声讲这总统有愿意去国情报告，另也是认为讲这毋是韩国瑜一个人用讲的就准算啊。立法院新会期日是开期，行政院长杜荣泰到国会施政报告，佮接受总质询，也讲顶是讲的5院到第临地，对顶这会期卡关的相关法案，已经向韩院长拜托爱到3天。基于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跟国家安全，当然这是现在行政立法2院当中最重要的，也应该是
多数国人很关切的。为期年度总务法案在会快修正案，各项特别条例甲真正人数同意款限，有人台澳网提起关键星期。韩国瑜也讲出，总统关系到提国情报告，方式向统本统查按国民进党移动团书记长陈佩如批评战时的韩县长，一人讲就准拄好。不管是同问同答、即问即答这些方式、这些说法都非常的荒谬哦。因为国情报告这件事情，基本上总统才有主控权，不管是主题、不管是时间、不管是内容，请在合乎宪法的规定之下，必须要先进行公开并且有直播的党团协商。民进党有时候就是这样嘛，你不要扯赖总统的后腿。基本上我一直说赖清德不是你们想的那种骂咖嘛，不要小看赖总统。他从国大代表到立法委员，一直到台南市长，到行政院长，到今天，基本上他是对答流利的。那我会去登记登记如果能抽签抽中的话，那我再来请益。朝野拢希望总统到立院，国情报告按过安怎进行？国统团强势24下晡4点半过来协商。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同意要卖予台湾的自走炮甲飞弹等等呢，这法假使3月15就到期啊。那阵咱阁无动作，安尼专案恐惊是互人家取消。立法院今仔日是同意甲这行政院版本的国防特别条例，也阁有民众党的版本要来互为审查。国防部长郭立雄是回应讲，会先争取立法院的授权来签这份法假使。台海情势不稳定，中国军队对台湾执行铺设地台侵扰。国防部24发布侦测到5架中国军舰出现伫台海，虽然无中国军机的侵扰，但有发现到2粒中国的空飞机轨啊，分别伫家人西北的71海里，关度是35000尺，含家人西边96海里，关度17000尺。国军严密应处。美国这边是帮助国军来强化战略，同意卖台湾 M109A7 自走炮、拖式飞弹嘛会当继续买，阁有标称反架飞弹继续买。不过这3项军购案的法假使拢要伫3月15到期，若期限无国缘专案有可能会互取消。对这国防部长郭立雄嘛讲，有可能未付得到特别预算，会先争取立法院的授权和美方签约。那在预算编制通过之前，是不是能够授权国防部来跟美方签署这个？发假书就这3个案的发假书，那取得立法院的同意授权，我想就不至于延误。另外，立法院伫顶会期，若要是18动国防特别条例，伫新会期嘛大转弯，条约达成共识，同意甲正议版3月7日复委和民众党的版本并案审查。但是国民党团正表态讲未通过正议版，会和美国沟通，家己提出版本，郭立雄嘛做出回应，并不是很理解。郑丽文主席所讲的这个要跟美方沟通，或者是有关军购案的事项，不管是从白宫、国务院或者国防部等等，他们都一再的肯定这个1兆2500亿的国防特别预算的编列。美国的发假书其实确认以后，我们过去其实在年度预算其实都可以编列。这个对于我们的军售的部分，我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立院要做的是监督执政，立院不是自己执政，军购是总统的权限。马文君讲，国民党的版本会较紧出来。吴思瑶强调讲，军购是总统的权限，呼吁在野莫甲正议版单调，爱理性来协商。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最高法院是来判决这对等关税是无效的，即马因要改用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来扣15%的关税。咱行政院副议长戴立军伊是表示讲，这行政命令是袂影响到咱国的优惠，会来确保台湾的相对优势。因为这台股呢是无受到美国关税影响，今仔日同款是大起，盘中上悬是来到34700多点。台美对等贸易协定13，双方完成签署，也毋过离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对等关税无效。美国总统川普搁该引用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扣15%关税，搁该关注台湾完成争取到对等关税15%无贴加上优惠国台股，敢会因为新关税对产业造成影响。行政院副院长戴立军强调，原本美国对台湾下面有2072项，其中有1735项是载明伫协定中，无受行政命令有所改变。目前的判决无涉232条款，所以 MOU 里面所取得的最惠待遇是不会变动的。已签署的国家面对未来可能新的法律途径的替代性工具
我们应该相对会有利的基础。面对美国新关税政策为利时开始生效，在工业产品部分，经济部长姜明显表示，完成台美对顶贸易协定中，工业产品下面有1881项，在新公布122条款，是降为1367项，对一般化学、纺织生意甲运输工具产机行业冲击较大。经济部会推动460亿支持产业措施，今夜被个增加。手工具呢，那主要的竞争对手国呢是越南跟中国，那这个还是我们保有竞争优势。但是这个竞争优势就比这个原来的 ART 稍微缩减一点。我们只要公平上隶属权的平等，我们就不怕。在农产品部分，台美对顶贸易关税中，农产品有261项下免对顶关税，包括72项保障下免，加27项专属台湾下免。不过，若以美国122条款来看，农产品下免只存230项。美国拢无予各国保障下免，台湾无个享有专属下免项目。比较两种关税对农产品的影响，小起美国毛豆关税会为15%调降到18.8%。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立足点是一样。那我相信在立足点的一样的话，我想在这段时间150天这段时间，我们都仍然有机会能够继续布局美国市场。农业部表示，过去在台美对顶关税协定中，像乌条人甲观赏甲肉，拢属于27项专属台湾下免享有零关税。今嘛会甲竞争对手国家同款，便利消费关税15%。行政院表示，会继续甲美国沟通，有信心确保台湾产业处于上好优势甲台股。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件意外的消息，这是丰原客运266号的公车呢，昨暗头的时阵经过台中市龙安桥，当要转去到丰埔产业道路的时阵，煞哪像因为下过双黄线，所以转甲对向的车辆安尼相撞。警方表示讲，这双方的驾驶拢无食酒，也那台中市交通局也照规定对业者裁罚。车辆当要正越上桥，想袂到煞和对向驶来的公车相会。驾驶行一条，加载无受伤，而且公车顶嘛无人员受伤，两台车干那车体损坏。代志发生伫23要暗仔5点外，一台由细间的驾驶所开的丰原客运266路公车，迄阵当要对台中新社龙安桥，要倒越入来即个产业道路，煞技术超过双黄线，加上车速嘛无慢，和对向的修理车发生相撞。双方车辆于事故地点时，简姓男子自述因大客车车身较长，过弯时会跨越到对向车道，不慎与李姓男子所驾驶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双方驾驶均未受伤，警方已调阅路口监视器还原发生经过。警方表示，双方拢无食酒赛车，确实的肇事原因还佫要厘清。当地民众表示，台北线主线以及附近的道路拢是双向道，路下而且拢是禁止超车的双黄线。不过，常常有看到客运违规赛车，客运业者表示会依照规定处罚，加强安全训练。过弯不慎跨越对向车道案件，公司会负起相关责任。驾员也会行政处分，并召回再教育。台中市交通局表示，除了将会照契约规定进行裁罚，嘛已经请业者加强驾驶教育训练，确实要求加强公共运输的安全，维护乘客甲用路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花莲寿丰台11线9公里迄段呢，有民众是发现讲，这上北的告示牌是写9公里，也毋过落南的煞写6公里。同一个地点竟然有无共款的标示，认为讲若阵出代志要来报地点，恐惊是会影响到搜救人员的判断。请问台11线的9K， 它到底是9K 还是6K 呢？骑脚踏车的5小姐甲车友约伫台11线9公里迄搭集合，不过伊到位所发现公里告示牌顶悬标示落南是9K， 上北是6K， 同一个地点标示竟然差3公里，是互人误杀杀。我比较担心的是，当意外发生的时候，我打119跟消防队说，我今天在在9K 处，那实际到了之后是6K 处，其实3K 的公里就差了一条人命。实际来到现场附近其他公里数的告示牌南北的标示拢差不多，所以经过这的驾驶拢要讲是施工人员向时6到9才得病啊。我觉得没什么影响。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开车不太会去注意到这个东西，对啊。而且现在都有那个手机地图的 Google， 我觉得应该不太会有太大的偏差。对。
因为交通核值甲道路安全真有关系，到底是6K 还是9K，必须要标示不明。公路总局花莲公路段已经赶紧派人去确认。判定是厂商摆啊安德病啊。海洋公园前面是台11线9K 哈，那我们有发现了民众很提醒我们，那也请厂商在最快的时间今天就完成一个调整。附近民众私底下表示，这个问题告示牌其实已经踩真久啊，真鸟期迄阵验收是安怎过的？希望公路总局会当将台一线花莲到台东拢总177公里的相关交通号志做伙检查，确定拢有正确。记者综合报道。生态消息来看，在屏东茶城呢，今仔日透早是有大阵的虎鲸看大，其中4只已经无性命的现象，另外7只是继续的抢救。我们目前不排除，大概如果说还算健康的个体，我们会尝试做现场释回的处理。或如果说真的是比较严重的个体，然后我们就会把它拉回救援场域，然后做后续的适当的处理跟照顾。这海巡的人员甲志工呢是一直咧甲破水，希望这看大的虎鲸呢会当搁活落去，同时也来监测因的心跳。因为这虎鲸呢是规定咧生活的，所以生态的团队呢是会针对这死亡的个案去甲解剖，来找出看大的原因。再来看，这桃园市杨梅呢是传出这训练狗的学校哪像有这虐待的事件。桃园市动保处是收到消息了后，随派人去甲稽查，会照这动保法来甲裁罚。这学校是有承认讲，因伫管理的流程甲有内部这个监督有影是无够，所以随启动改善措施。颔管看普通锁仔甲皮质链的白色叉狗，用真粗鲁的方式对人仔来揪出来，当场就拍伫涂骹。并且社团有人传这个影片，这是训练狗仔，也是虐待狗仔。也讲开60万送去训练狗仔学校，说是用这残忍、这酷刑的手段对待，在网络上这件代志引起关注。我觉得这样子很不行啊。所以看到也是很心疼。对啊，当然了，当然，心头肉是送给人家训练，当然是要学习乖巧一点啊，但是不至于说送去给人家修理啊。讲的再怎么清楚，再三告诫，可是他们还是趁我们不在的时候做这样的事情。你那时候是怎么发现的？拍影片的学徒告诉我，知道的时候当下都有申请学徒。训练狗仔学校回应，因伫管理流程甲内部监督确实有问题，因会失礼，也马上启动改善的措施。不过面对放蛇放野甲作恶，也保留法律的追究权利。依据所检举的这个影片，那行为人确实已经违反我们所谓动物保护法第6条。任何人不得骚扰、伤害、虐待动物。即间伫杨梅的训练狗仔学校，方标出疑似虐待狗仔，动保处收到信息，随派人去稽查。也讲，若发现狗仔暂时无性命危险，要是会惩罚15000到75000。若采取确定，5年内行为人搁再犯，会判2年以下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高雄市已经37档拢唔捌调过这市区公车的票价，所以市府是宣布讲3月初1开始，这全票要起3块，半票要起2块，估计这一档是当增加3600万的收入。这个款项呢会用来改善客运司机的薪水待遇。工作人员看看，甲新票价果是排到好势，可民众上车就会当看到。因为高雄市区公车对3月初1起，全票要起3块，半票起2块。高雄市交通局讲，高雄市原底全票敢若12块是6度上升的，这是37年来头一摆起价。民众有人认为该起就起，有人感觉各项物件拢起价，分开看无啥，算做过真惊人。所以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动涨，就不要再增加大家。哎，对，增加。尤其是像中老年人生病看病的几率都很高呢，然后这个再涨，我觉得压力真的太大。像老人家是没关系啊，像我们成年人如果要不接受的话，就不要搭就好，都搭捷运就好了。交通局表示，调整票价，敢若有3%的人会受影响。原底就犹太族群，亲像济伙人、学生囡仔，也是买 T-Pass 的民众，只要路卡济车，拢共款收犹太价。因预估一年大概会当增加3600万的收入，到时会用来改善客运司机的待遇。对此业者表示，司机薪水增加，路件保也会变济，因网路线补助嘛当对你行，才袂互因摕这空补迄空，愈补愈大空。也希望公部门在每公里合理成本上面也可以来适时的做调整。
那让公车的能够去找到更多驾驶投入这一个产业，然后让我们的路线的服务品质、安全可以更全面。高龙玉表示，基本上起价影响的拢是外地游客，也是无拄好爱用现金坐车的人。调整后的票价是用一段一段来算钱的。高雄市区公车上济分甲3段，一段收15块，上济收价45块。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再来看这台东来回火烧岛的票价调整案已经通过，其中有一间这业者呢是正式来公告，今年3月初5开始就要来起价，会起差不多2成左右，一转呢就要加101块。也那火烧岛居民的票价是依次原价，另外有2间业者即马是还未调价。绿岛逐年拢有30万到40万的旅游人潮，大部分拢是坐渡船过去的，一抓就要506，已经足侪档啊。不过后个月就要起价啊！一间去年建造新船来回绿岛的天王星21号渡船业者宣布，为今年3月初5就要起价，一抓就要67，起101块。不过另外2间渡船的业者还阁咧观望，目前还无起。营运成本、投资金额。还有整个物价上涨、油价上涨，其实我当那个白老鼠，先打头阵。官府表示，往回绿岛的渡船3间业者，去年拢甲航港局申请要起票价通过，不过渡船的票价是市场机制，官府敢会当尊重。不过要求绿岛居民票，要是依次一抓25。不过旅游业者嘛烦恼讲，去年绿岛的观光是真歹，后个月票价若起，可能会影响到绿岛4月开始观光旅游大过人潮。船公司肩负了整个绿岛居民的交通的责任，那我们是一定会要求他们绿岛居民的船票是不能调涨。优惠促销的时候才把客人拉进去哦。那如果停止这样优惠的部分里面，那客人就拉不进去，何况现在又要涨价。官府嘛表示，往回咱所的渡船业者去年上时嘛提出要调整票价，不过业者还未公告要起价。不过渡船的业者表示，因为未来拢会有新船加入营运，票价应该拢会考虑到营运成本来进行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找到天公生来看，这屏东的玉峰宫呢，今年拄啊好是起标50周年，对23开始就来举办3天的新秀市集。这庙方呢，佮特别请15尊新秀来展示。因是讲这玉峰宫的这个新秀呢，是全台独有，拢总有123尊，因是开10多天的时间才总算做好。这只是古窑，伊是较特殊，咱有一个沙鱼剑伫遮。伫主委的带领下，屏东玉峰宫拢总123尊的新秀，全部拢收藏伫4楼遮。大尊新秀的做工拢真有路。注意讲，这新秀拢是庙方开10多年的时间才打造完成的。敢若7年1摆的迎天宫才会招出动去照景，因为今年是建庙50周年，趁着找到天公生，庙方特别请出15尊新秀来展示。因为新秀的种类实在是伤特别啦，袂少过路的民众拢专工走来翕相。你有看到苍蝇吗？苍蝇。哦，有，我看到，我现在看到了。还有无尾熊，我还没注意看到苍蝇很特别，第一次看到会有神兽，就是有苍蝇的神兽这样子。现场展示的新秀种类实在真深色，脑葱啊、龙虾、多连麒麟鹿、无尾熊，甚至河神嘛是新秀。庙方讲这123尊新秀，有天顶飞的、涂骹走的、水底游的，有接看到的动物，嘛有已经断种的古早生物。大尊新秀的头前拢有小盖白鸭，会专工来做这款全国唯一的百寿新像。除了是生命的指示以外，上个主要的就是要传达爱护生命的观念。当初我要去做这个神兽，阮的理念。我就是要向咱社会大众来一个宣导，就是讲咱爱珍惜生命，咱爱保护动物。每年用马啊拍头阵，落尾用牛甲仙鹤来祝大家长岁寿。屏东玉峰宫为期3天的新秀市集活动，除了新秀通看，阁有真侪档通踅。庙方讲未来若是所在有够宽，因按算要打造一栋文物馆，甲这个新秀甲100多尊的天王神童拢来公开展示，好搁较侪民众做过来认捌这个屏东玉峰宫特有的文化。记者郭家族赵用屏东采访报道。台基文扛棒来看，这国家基建发展法施行到今呢已经7档啊。学者甲台基团体是认为讲，目前这台基的发展呢是欠一个南方的观点，而且这下港人讲台基的是上介济的，所以南部应该就要设一个台基的专职单位，对台基的发展才有帮助。
因为咧，阮老师的报告内底有讲，就是南方的观点。我感觉这是咱讨论这个议题当中一个真特殊的理论。去年12月，伫台南成功大学办的台湾台语政策论坛，省台文系主任陈丽君提出，咱台语的发展需要转型正义，而且要加入南方观点。到底什么是南方观点？陈丽君讲，这个南方不是完全咧讲实际上的地理南北，是透过文化结合政治手段，甲语言成做一种权力甲位阶的象征。目前台语的地位，都是因为过去的政策推设发生变化。比如讲，咱若要考好的大学，吼需要什么款语言能力？咱若要是去食公家机关的头路，需要经过什么款的语言这个考试？所以这款的位阶其实是透过文化实践，甲这个政治力，甲这个经济的顺序，透过语言来做一寡排序。长期的语言政策当起兵，互台语发展煞愈杀愈倒退。陈丽君提出南方观点来打造台语发展的转型正义，包括台语专职单位、教育体系评量制度、公共语言权甲媒体配额、所谓语言主权、经济文化补助。有高雄台语团体认为，讲台语人口南部上济，政府煞长期甲大部分的资源放伫北部，一直无看见台语专职单位，毋但爱设，阁爱设伫南部，才会知影台语发展需要啥。咱若要恢复这个台语这个语言，其实应该为遮做一个发展的中心，等到对于所有的单位来讲，拢会较好。而且嘛，拄则讲，你若投入较少的资源来遮，会当先做一个带头的路用。若是讲有一个较专职的机关，伊会当足专心来研究讲要安怎互这个意识这个代志，互大家是真正入去大家头壳内底。因为就亲像去年。嘛，苗栗遐嘛是有出现讲是意识讲座，结果迄讲师来规节课，甲先可能讲2句台语尔，而且伊一个人搁负责10几场。啊，为虾米？因为就是伫地方的产业，伊就是我就是消化医生啊。阿卡讲，因为无专职单位来监督，遮侪台语活动拢凊彩办。陈丽君嘛认为，台语专职单位是头一步，无论是要建立台语的教育评量制度，还是提升台语媒体配额做语料库，也有上重要的争取经费。若是有大人来带头，台语这个家族都有出头天的机会。记者李新武、柯家族、柯教育综合报道。讲到这台语，鹿港腔呢，这讲话是哪笑歌是真正有特色。有在地青年呢是专门用这鹿港腔咧讲这 podcast， 讲音乐、讲文学，也讲一寡社会的大细项代志。希望透过家己的声音，互搁较侪人会当熟悉鹿港腔。鹿港腔真有特色，和即马较侪人使用的有色腔是真无共。除了腔口差，变调方式无共，嘛有真侪在地人才知影的讲法。譬如说。我若甲人开讲的时阵，要招人讲，无咱来去食肉血，食肉血人听无啊。咱因为迄个人拢是讲食肉丸。大家好，欢迎收听阿凯亚之声的这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哦。讲鹿港说，鹿港说不尽哦，无毋对。今仔日要讲虾米款鹿港的故事咧？要来讲阿凯亚对鹿港的故事啊！阿凯的之声有一句口号，说伊要用鹿港腔讲万事万物。我感觉。这句口号真重要，像日本时代好啊吼，就100年前台湾人，遐就算知识分子，读个关弄遐个人，什么赖和啦，是鹿港因有迄叶明晶嘛吼，足济几啊，因是用什么语言咧思考咧，甲因的乡亲咧沟通，啊，当然嘛是台湾话啊吼，所以就是这物件较早绝对是有这个能力来处理在搁较。按讲更较复杂，还是讲更较幼稚的一寡问题。这是一个会使做家己哦，会使骄傲讲台语的时代哦。不过，这款的幸福不是理所当然哦。咱也知影台语吼，一直咧消失。咱的社会对本土语言的认同吼，也阁有一段真长的路爱行。所以，用台语讲万事万物，就是对家己有自信的表现哦。安尼，台湾才都向世界展现咱多元缤纷的花蕊哦。阿凯用行动证明鹿港腔台语的搁较侪可能，嘛伫甲鹿港腔找转来的过程中，找到家己的认同。无论是在地腔口，还是历史建筑，拢是一个所在真重要的文化，需要大家做伙来关心甲保存。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晡的天气，随着咱甲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各地早暗幽远较凉。
中南部一夜温差大，台湾各地头的天气拢是侪云到好天。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甲平湖有南山短暂雨。北部地区早起嘛有南山短暂雨。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